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奶茶西多士，我係林木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女團，點解由90年代到而家，有無數嘅女團曾經出現過喺演藝界，但大部分都係紅咗一段時間就消失咗。點解仲會有人願意肯投資喺女團嘅身上？原來投資女團係一門性價比幾好嘅生意。想知道原因，就唔好錯過今集嘅內容。林木出生喺80年代，嗰陣時已經開始興女團。想當年就有8名哥搞嘅開心少女組，又有行文青嘅夢劇院。到2000年代嘅代表當然係 Twins 同埋 Cookies。咁多女團期間又紅咗幾多個？仲有幾多對仲可以完完整整留低？除咗 Twins， 咁點解咁多失敗嘅原因？近年依然仲有咁多女團出現，數量仲好似比以前仲要多咗咁，係咪個市道好咗，多咗人去咗捧女團？其實係啱啱相反，就係因為市道唔好，已經冇乜生意可以做，所以有啲人就會投資喺女團身上。大家睇嘅女團主要停留喺媒體上面嘅一面，邊個同邊個唔啱，邊個又出新歌，最近又有啲咩新聞。但其實喺個生意人嘅角度，投資一對女團可能係只係講緊幾十萬，比起開一間茶餐廳仲要抵。而組女團嘅投資者通常都係喺演藝界裏面嘅製作單位或者人物，大多數喺演藝界或者媒體有深厚嘅人脈，呢樣嘢亦都係佢哋無形嘅資產。由於科技嘅發達，加上製作質素嘅下降，如果你係屬行頭，而家製作一首流行曲嘅成本可能低至幾萬蚊已經有一首歌，加埋形象設計、排舞、拍 MV， 可能10幾20萬已經搞掂。而最重要嗰一環就係用唔同嘅途徑去發掘新人，組成女團。有啲經過比賽，有啲就來自歌唱學校，有啲就係 dancer， 有啲亦都係網紅。當所有條件準備好之後，製作公司就只係需要安排一份經理人合約，用一個好優惠嘅條件，例如一個好低嘅人工，或者賺到錢再分紅嘅方式，去簽一班新人返嚟。而所謂嘅力捧，其實都主要係出1、2首歌，派到各大媒體做訪問，或者用低價去接一啲商場嘅 show， 爭取曝光機會，從中睇下市場嘅反應，有邊個能夠引起大家嘅注意，有邊個有 potential 上位。咁點解話性價比高呢？原因就係女團裏面夠多人，如果女團入邊有1、2個可以紅到嘅話，之後就可以接廣告賺錢。好多人都知喺演藝界裏面，捧10個人都冇1個會走紅。捧紅女團情況都係一樣，你唔會 expect 女團每個成員都會大紅大紫，甚至乎1個都冇。咁點解又唔將所有資源放喺一個新人嘅身上？原因就係捧紅一個新人同捧紅一對女團成本其實係差唔多，但捧一個新人機會就只得1個，捧一對新人機會就增加咗。喺生意人嘅角度，如果只要有1個半個新人可以上到位，有廣告商嘅垂青，已經回本有突，之後先再加碼，放多啲資源喺受力捧嘅新人身上。意思上就係，只要你投資幾十萬喺一班女新人嘅身上，如果有1、2個成功，你嘅回報將會係講緊以倍數計。如果真係紅唔起，只需要將遺棄嘅女團成員擺埋一邊就搞掂。好嘅就每個月出翻份糧俾佢哋，直到合約完畢。如果以分紅方式計，可以1毫子都唔使俾添。投資女團係一門生意，當然大前提係你有咁嘅門路，識得夠多 media、電台或者電視台嘅人士。對於女新人嚟講，入行前梗係對自己將來有所期望，但係世界係殘酷嘅，好多都係失敗告終，最後都係有苦自己知。由於合約嘅關係，有機會幾年都冇收入，又唔可以去打其他工或者簽其他經理人。
所以如果你有朋友或者朋友嘅仔女想做女團，最好有心理準備，就係可以捱幾年，或者屋企人有能力 support 到，先好去嘗試。好啦，今集講咗咁多先。如果喜歡呢段片嘅朋友，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。下次再見。